放啥子？那个长哦，白色的，哦，2个小花，2姊妹，双胞胎，应该是双胞胎，都来相信。啊？小虎，我妈妈抱说要不要？啊？我妈妈说给你抱。哦，抱可以，抱嘛。你拿了直播的可以抱吗？抱嘛。去装做长胖，哦，不是长胖，长高了一点点，应该感觉应该4、5公分吧，应该3、4公分应该有。他们跳旋子肯定要跳那个阿克响巴，曲珍他们老家的代表作。这个曲张错国庆的时候在学校，应该他一个人表演了几个舞蹈吧，一种错舞还有其他的。哦，谁把点的菜洗了？点的菜，电线踩烂了。那个小罗也要跟小罗送。明天陈翔他要给小罗、给梅朵送礼物，然后还要买零食。明天准备是吴佳木、宝鸡真港，要么后天嘛，明天也是一部电影。这2天都可以，星期6、星期天嘛。是打电话。喂。对，隔壁这边的嘛，隔壁啊，没有，不晓得，我没充啊，本来就有钱了。你在红旗店充就说嘛，在红旗你回去就说噻，回去就说噻，那么近，不晓得哪能？你这尾巴比较长哦。不知道。谢谢。不知道这个，你回去嘛？回去的时候，你来家了吗？你带指甲哦。我的指甲已经在路上了。刚刚那个曲珍夹在上面的，他玩了横屏，他不横屏，他要竖着看，他要坚持到竖着看。我来帮着放。这，哎，那我来。等一下，换个方向。对，对，你弄这。我有个指甲给他们用，昨天不这个指甲拿过来了吗？徐张州等会儿跳热了之后就。那我刷的意思是那不是你看错。当时买的
大堆。你不开灯也可以啊，用大光圈嘛，镜头用好一点的，用顶级的那种，就不需要开那个灯。现在光圈有0.95的，1.0的那种。基本上像那个，像我这种环境，我从来没开灯，不用打灯都很清晰，像白天一样。好，没事，好，谢谢，把那个装了，这个线。你喜不喜欢小朋友那个？啊，全部跟着他走。对，一堆的跟着。他在3年级。后面那个是老王的女儿，第二个是老王的女儿。哦，你老师是谁啊？啊，好，这你好。你好。他不来了。
哎，你生日是好久啊？啊，你多好了生过生日？日，你说你马上跟你了嘛？我没过生日过，我知道你还没过，还没到了嘛？不知道在哪儿，我从来没过过生日。那就自己定一个噻，你想好的过就好的过噻，好想，自己定一个时间噻，还一起给你过。哎，我从来没过过生日，不可能，真的没过过。那今天这个还没起给你过，这两个你咋去装师傅吧我？好，什么嘛？你吃吗？我帮你打开。好吧，谢谢，这是什么？好吧。水果糖。方便卡了，什么情况？方便卡了一样，不动了。温度太低了吗？不可能吧。伤了。
刚刚那个是温泉是几张托吗？啊，对啊，你不认识啊？那月底认识怎么长高了变小了？，长高了点点，长高了没有？一点点啊，长高了。那他之前有点，他是不是瘦了呀？又。对啊，之前你娃娃和他们，你娃娃和他就考了一节。今天夏天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，他长得差不多。就是好像啊，然后又有点感觉没对的样子。对，长高了一点点，对，高了一点点。